開心無敵，口好啦，咪又係口噏噏嘅時候啦嚇，主播你先啦嚇。第一題睇下幾多個字先，預備開始。哇，10個字，綠帽唔怕戴，老母唔麻煩，綠帽綠帽，綠帽耶，綠帽，唔怕戴，綠帽唔怕戴，係，仲可以防曬，仲可以防曬，綠帽唔怕戴，仲可以防曬。你係識中文喎原來。我真冇咗嘅。好啦，明顯做估啦，嚟預備下個題目。18個字，見得人，拜得神，肥騰騰，見得人，咩人人見得人，見得人，拜得神，拜得神，係見得人拜得神，係溝得麥美恩，麥美恩，溝得麥美恩，溝臭麥美恩，我唔知佢臭唔臭喎。溝得麥美恩，夠麥美恩，唔夠佢啦，搞麥美恩，搞差唔多啦，溝得麥美恩，溝得麥美恩，肯定肯定唔唔係係普通人。普通人。好，跟住下位。幾多個字？幾多個字？12個。12個字，睇你咁笨實，係你咁笨實睇你咁笨實，睇你咁笨，睇你咁笨實，梗係成日俾人窒，梗係成日俾人質，窒俾人吉，俾人窒，俾人窒，俾人窒。係睇你咁笨實，梗係成日俾人窒。係啊！好啦，好啊，我哋換一隊啦嚇。預備出題目。幾多個字？15個字，係10個男人9個滾，完全唔知你講乜。10個男人，10個男人，10個光頭男人，9個男人，9個滾。第10個衰佬仲諗緊，10個冇嘢。第10個，第10個衰佬仲諗緊，第10個出去滾，衰佬，第10個衰嘅衰佬，衰佬，第10個衰佬仲諗緊，好，下一個預備開始。幾個字14咯？14。新冠容易，正啲啊你。有老婆，搞老婆，唔係梅隨意搞老婆，新冠容易，新管隨意搞老婆，搞老婆知，搞老婆，真係抹咗佢，係新冠容易，新官容易係容易啊，新官容易搞老婆，冇老婆，唔關老婆事，係啊，新官容易有老毛，容易有老毛，新官容易有老毛，慢慢調理，爸爸慢慢調理，媽媽又要媽媽，慢慢唔係媽媽爸爸，慢慢慢慢爸爸，慢慢調理，慢慢調理，你講好啲啦，調理，慢慢調理，慢慢做，慢慢調理，慢慢做，慢慢做，慢慢做。好，預備睇下一題。好，幾多個字先？好嘢。 17 17， 06化妝，你做發菜， 06化妝，你潤發財， 06你龍零你龍融碌碌， 06化妝，你玲瓏化妝， 06化妝， 06化妝， 36
30收廠。 30收廠，咁大件事，咁大支嘢，咁大件事，咁大件事，你唔早啲講，你唔中意開，我中意嘅，你早唔做啲講。議案，係啊，做咗好熱咁大件事，咁大件事，你唔早啲講。你唔做呢行，咁大件事，你唔早啲講。咁大件事，你唔早啲講。 06化妝，30收廠，咁大件事，咁大件事，你唔早啲講。好，真係都唔係好耐啫，12分幾，打和啦，打和啦，